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咱做伙来吟圣诗第18首。我心俄勒上帝，请大家起立。这是咱做伙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列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今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这时，咱要来启用，伫启用文第21篇，我来请大家来印。上主最王掌权，上主用威严做三千，用气力做，伊建立世界。你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上主啊，大水哗哗吼，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上主啊，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阿爸天父上帝，感谢你，阮虽然是有罪人，搁一届有机会来到你的殿院，伫遮来敬拜阿罗你。
求主你赦免阮过去一切的罪过，伫过去的生活，阮有主你的话会当做阮的话语，会做阮的光，时时来甲阮提醒，互阮知影阮家己的过失。嘛求主你看顾阮，互阮伫逐个所在拢诚做合无的人，互阮看到别人，嘛会当检讨阮家己，互阮伫内面，伫心内有真正主你对阮来讲话。主啊，伫即马即个混乱的世界，阮嘛看见真侪所在真欠缺，不管是有战争，还是伫其他的逐位、逐国咧互相咧拍算盘，嘛求主你看顾阮伫台湾即个小小的岛屿顶面生活的人，有主你的智慧，伫遮知影要安怎来过阮的日子，互阮拄着困难的时，阮知影通呼叫主你的名。主啊，互阮诚做一个合一的一体，伫基督的内面会当互相疼痛、互相扶持。主啊，嘛特别恳求你来看顾阮东门教会，伫即段时间咧敲找牧师的时，嘛有主让阮的小会有教业的智慧，互阮逐个人同心为着即间教会来付出，嘛即间教会，互即间教会当诚做一间荣耀主你的名的教会。主啊，所求主你看顾阮今仔日规日到即马咱的礼拜，求主你来看顾伫遮所有的人，无论是还未来到遮的伫路人的，互因拢会当平安。嘛伫遮听主你的话，会当受到造就，嘛互讲的牧师嘛因为安尼得到力量。主啊，所阮将今仔日所有一切拢交托主你的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看顾。阮来感谢奉主耶稣圣名求。这时赞美，请上年大学。
即时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27篇45节，27篇46节。下晡3点左右，耶稣大声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大尼。”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是安怎放杀我？今仔日真欢喜，请到牧师鲁马夫曼库库牧师来甲咱讲道。讲道的题目是《耶稣十架的呼叫》对布农呼叫的对话。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有时间到东明教会来请安，来分享上帝话。我在王明仁牧师那个年代，我有来过。我们都那个时候都还年轻。王明仁牧师，我们有去布林斯顿神学院我跟他同床同一间旅馆我们在那边进修，所以跟已故的王明仁牧师有过一起在国外的生活我们的前任的牧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罗仁贵牧师感谢主这一次我们前任的加利利祈祷院的董事长乃杰招待我住在他的家里因为我在玉山神学院担任13年的董事长所以蛮久的现在卸任，因为9年都要下来，所以感谢乃杰长老他这样的一个招待昨天带我吃好料我想今天是玉山神学院80周年，今年是80周年的一个奉献主日原住民的特别总会为原住民设立的一个学校我就用比较原住民的方式来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待会呢我会分享我之前有去过南横梅山，我在梅兰教会波来进去我在那边22年，然后在剑山在宝来那边4年，我在南部26年现在已经回到我自己的母会瑞穗追位那个马远教会也准备要退休了感谢上帝让我能够再有机会来到东门教会。我想这个时候我们来分享一下，我回到我自己的部落以后，我怀念我的部落，我就跟我的青年写了一首歌《故乡马远》，它的画面就是那个七彩符七彩符。今天我要谈到这个七彩符我们就先听一听来，这个也是我给他和声的我唱的来，我们来先。这个是在南投3000多公尺这个是我们布农族的呼喊呼喊这个七彩符是我们以前的故乡因为我在外面26年，回到故乡以后，写了这首，然后用我们故乡七彩符。
哦，我们再继续听哈。那我们今天轻松一下哈。哎呀。不是我。可能不想让我们听哈。这个地方现在可以进去哦，要走路3天2夜，从我的故乡了，就马远如果要坐车到南投那个地方，现在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好，好像不想让我们听哈。好，那我就先唱一下嘛，吉鲁玛，呼喊。呼喊是我们布农族哈，我们布农族我们都是用人力搬运东西呀，因为很重，为了要分散那个重量，所以我们就用歌声来呼喊你唱我和这样一起，哇，这真的是天籁。那我就来那个没有办法看，我就自己来唱哦。嗨呀！嗨呀呀！嘿！好，我嘿的时候，大家一起嘿好不好？嘿，嘿是阿门的艺术啦。西，我的手你们就嘿。我们布农族8部合音没有变音的啦。你可以唱很高、很低、很中音都可以哈。嗨呀，嗨呀呀，嘿，哟，嗨呀呀。好，我们为自己拍手一下。好，因为刚好我感冒，所以声音有一点不是很好。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一起。我的故乡叫马远哈。这个海拔3000多是我的祖先他们在那个地方生活的地方这个七彩湖很漂亮特别日出的时候，哇，真的是很漂亮。
就听到这里，后面还有，因为我时间好像20分钟哦。布农族啊，我们居住的地方是在我们算高山的民族哦。我们有16个族群最擅长在最高的山上是邹族跟布农族在中央山脉的海拔3000多公尺以上。我们的祖先，我爸爸那一代是从那个地方被日本迁移到花莲的，所以现在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七彩湖。七彩湖，布农族叫宁阿嘎维兰，宁阿嘎维兰，就是宁阿是一个湖，嘎维兰是那个鹿水鹿啊，他们在喝水就翻译成埋伏的伏或者是战伏这个是我们布农族的传统领域，我们有去宣誓说那个是我们的传统领域所以我们也常常会过去来看这个七彩湖是2980，谁知道玉山不是有山行也不知道玉山最高的山海拔几公尺？3952我去过所以知道。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七彩湖是在中央山脉的一个湖泊特别太阳一出来的时候，那个湖面很漂亮，因为我们有去过，哇，那个七彩斑斓，那个很漂亮真的是因为这样命名七彩湖。马奇鲁玛，马奇就是向着鲁玛，跟我的名字有一点一样叫鲁马夫我的名字就是家的意思鲁马夫，我的布农族的名字。我以前姓马了我不想跟马英九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换我们布农族的名字因为那个时候总统就改鲁马夫马奇鲁马，就是说向着回家呼喊的意思。布农族的猎人我们每次要打猎回来的时候，他们背后都要背很重的东西，那些狩猎的用具或者他们要吃的东西，还有他们打过的那个猎物所以他们那个路不是很好，所以在那种要回来的时候，他们用马奇鲁玛刚才就像牧师刚才唱的那个你唱越大声你也忘记那个重量这个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在山上这个唱，这个接着唱，真的是一个天籁，特别在山谷里面，哇！我的声音算我们在部落里面最差的所以你看，如果那个声音这样出来的话，一定是很好听。这个也是我们布农族人也是告知在家的族人说我们回来了我们就会预备。所以马奇鲁玛我们都知道是为了我们布农族人的一个生活的需要，就背了猎物、农作物，以前没有瓦斯，都要背着那个木材回家，非常的辛苦。所以为了我们的生活所需，我们就必须要用马奇鲁玛的方式来忘记我们的一些我们的那些那个重量。所以布农族人他们身上背着猎物还有重物的时候，就会吟唱刚才我的这个所唱的这个诗马奇鲁玛没有歌词，他就是就是这样真的。我们以前也没有手表我们村长从山上他就唱了一曲，我们就知道已经5点了，就要回家了
我们就听到那个村长一唱就知道接着这个马奇鲁玛来互相的勉励能够完成背负重物的责任，能够弄到家里。你看我们以前布农族就是这样，在山上都是用头用肩膀背负以前都可以背100公斤80公斤都是用背的这个是兰泽一个以前的小朋友也有用背的小米以前都是。所以布农族人一听到马奇鲁玛的时候，就知道哇，我的家人已经正在路上回来的路上在山上里面工作的人呢，听到的时候就开始收拾农具，有一道回来就走2个小时走2个小时很远所以一听到马奇鲁玛就知道，这不只是一个背重物的一个歌它在传递一个信息的一个功能而且他们口中的这个吟唱背负的这个重物的歌能够得到释放能够减轻那个重量的一个作用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唱马奇鲁玛我现在一直在教他们也在教族语我们布农族的族语还有我们的一些诗歌真的想一想，真的马奇鲁玛呼喊是一个传递一个信号，也是能够一起有那个集体的一个行动。你看，先唱的，后唱的，后来一起唱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声音。我们的8部合音是世界有名我们有听过的8部合音它是一个8度音程一个半音一个半音一个半音8度然后那个的一个声音。所以马奇鲁玛，我说现在部落也很少人用所以我们也在努力的在教所以马奇鲁玛是我们为了要延续我们族人的生命，背主食小米、地瓜、芋头，还有我们生命的延续，像木材我们以前没有瓦斯都要背着木材这个马奇鲁玛是为了要延续我们族人的生命。然后呢，因为那重量很重，所以用这个呼喊，然后忘记我们的这个痛苦。我们现在来看耶稣耶稣背起十字架耶稣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你看那么的痛苦。十字架的道路是孤单的，是凄凉的，是主耶稣他背起那个沉重的十字架的时候，特别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有很深很深的一个感受。因为当他需要有人分担的时候想要被人家关心，要一起祷告的时候，他所钟爱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却是睡着了，所以他非常的失望，所以他要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喊叫，就问上帝说：为什么你要离弃我？我想这个是多么令人震撼的一句话，也是一个生命最痛苦的一个呐喊。哇，那个主耶稣在那个地方背起十字架，哇，在那个地方来呐喊。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要离弃我？这里所写的我的上帝这个词是用亚兰文，亚兰文是一个以前的算原住民的那个声音那个话它
他的名字叫伊洛伊拉玛萨巴戈大尼，他们用那个亚兰文来写，是外邦人的话。为了要让外邦人能够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所以耶稣就大声的呼喊，就是告诉全世界的人，他被上帝离弃了，他被上帝离弃了。所以这惊天动地的事情，当主耶稣讲了这一句话的时候，下面地大震动，磐石崩裂，然后呢遍地黑暗，日夜无光。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甘心的背起十字架，他甘心的乐意为我们而死，他甘心乐意为人的缘故受尽了忧伤跟痛苦。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思考主耶稣，耶稣默默的承受，他全心的摆上，值得让我们学习。爱众人的心就要成为主耶稣要学习他的榜样。所以今天呢，牧师要借着布农族的呼喊，跟主耶稣他的呐喊来做一个对话。我们布农族人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所需这样的呐喊而已。主耶稣呢，他是为了我们众人要救赎我们，就背起那个十字架。所以刚好有去过七彩湖，哇，真的很漂亮。如果以后你们要走路如果年纪大了就不要可以坐车走南投那边真的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看看，哇，那个湖很漂亮。所以我想今天我将很简单的在这里来分享我想在这里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为了我们，他甘愿牺牲，他在那个地方的呐喊，所以我们要一起学习。所以我们应当要效法主耶稣，他甘心的侍奉，他愿意的背起沉重的十字架，在背负重担压力之下，耶稣喜乐的完成使命。我想愿上帝能够与我们同在，特别东门教会是指标性的一个教会，我们在台南这个地方，我们成为光，成为盐愿上帝与你们同在现在呢，我要用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来我教你们八部合音我是国家级的八部合音受过训练的2分钟应该有没有超过时间好，来，那我们等一下呜你们这个呜好不好？呜，好，这边你们这边呜然后呢你们很少好，我比到哪里就唱呜，好，预备，嗨，呜，要一直呜大声，越来越大声。好，你们听到什么？蜜蜂有没有？蜜蜂，蜜蜂的声音这个八部合音就是蜜蜂，就是团结，这个是八部合音我是国家级的教练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想说有机会来到这里，来顺便教你们，有时间欢迎到瑞穗，马远教会也欢迎你们，马远教会愿上帝能够与你们同在，
好，那我们来一起做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今天上午，我们在这里一起，透过布农族的呼喊，跟主耶稣背起十字架的呐喊的一个对话，让我们重新的确信主耶稣为了我们背起十字架。他这样的爱，让我们一起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学习，帮助我们。特别为东门教会祷告，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寻找他们下一任的牧师，赏赐给小会智慧聪明，让他们能够找到合主你心意能够在这里的一个牧者来带领他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光，成为盐，能够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为1946年到今，玉山神学院行过80冬，学校栽培济教牧甲神学的人才，影响台湾原住民教会。罕至毋惊路途烂，只求基效代代传。愿用信仰甲财物，点导无共世代的使命。玉神现此时，毋那是一间新学院，搁较亲像熟龄的家。逐个学生拢用服侍的心，行入去教会部落，将信仰化为行动。你若支持，愿就会当行搁较远，搁较dài。80冬，愿见证上帝的应允；80冬，愿持守服侍的心。愿期待有搁较侪学生入来玉神，接受神学教育，行往各所在为主做工。愿诚心邀请你，有份伫阮的圣工。这是咱来唱圣诗第521首。
即时要来奉献，请大家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然后请坐。即是要来看2025年101展览场曙光的回顾。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真多谢咱有遮好的展览吼，即时咱嘛要邀请展览者来到头前，咱请陈牧师要来甲咱颁发即个感谢的奖。第一个要请戴宪处长了。再来柯宇乐，再来肖林奎老师。还有陈忠和老师，再来邀请魏妙芳老师、陈彩琼老师、黄颖琪、技术杜进串老师，还有陈淑月老师。真多谢因
来，咱嘛有足重要的志工，若无遮志工的斗相共，咱嘛无可能有遮尔好的圆满的即个展览吼。咱嘛邀请志工林玉美、肖林奎老师、刘丽琴长老、甲吴秀云执事，邀请恁做伙起来。请牧师介绍新的朋友。咱今仔日先甲今仔日的讲师玉山信函院派来咱遮鲁马夫牧师说道谢。咱一个会友黄雅颂弟兄伫5月初7蒙主恩调，昨有举行，个别礼拜拢举行好势。今仔日伊的囝儿孙来到咱中间，要甲咱说道谢，请咱拢徛起来，好无？坐伫后壁遮。好，伊是讲，咱因即马伫无共的教会，有诶伫咱充门伫咱教，充门接触伫咱教会，有诶伫东陵，有诶伫万年华教会，所以一个家族摊几啊间教会出来，所有服侍拢真认真，得到上帝的欢喜。伫遮愿上帝继续赐阮伫即个家庭。过来介绍一个陈冠汉弟兄，毋知坐倒位，伫后壁，请你徛起来，站起来。好，欢迎，甲你欢迎。好，多谢，好，请坐。毋知阁有第一遍来东门教会的兄弟姊妹伫咱的中间无？若无，咱时间到，聚会。好，过来我来报告，咱来看教会消息。第一点，5月20本周三查经班要来看圣经路加福音，要来看路加福音第9章。过来第2点，今仔日礼拜了后，要伫发展中心要召开中职会，所以请中职阁有团契会长爱老婆来参加。过来第3点，今仔日游玩是感谢玉山神学院奉献组织，感谢布农中会马远教会鲁马夫牧师，来甲咱遮讲道，咱真多谢。过来，咱拄则有迄个东门巴克的历史教育推广协会，为着感谢拄则的老师已经有伫遮做颁奖。嘛，感谢因甲老师遮甲志工的付出。过来5月31号，咱是联合礼拜日早啊9点来举行。第6点，本会教育部甲台南中会伫今仔下晡2点甲4点，要共同举办主日学师资训练甲专人教育培训的课程 ，AI 时代的信用教育，邀请到。王灿生牧师来甲咱分享，地点是伫对面咱的伊丽莎白教堂。过来第7点，主日学甲东门教会巴克的历史教育推广协会，伫5月23号，就是即礼拜六的下晡3点到5点，要伫大礼拜堂的周边举办大礼拜堂建堂100年系列活动，无私的丰碑。这个活动，请大家踊跃来参加。过来，国立成功大学 USR 计划，甲本教会青少年伫共款5月23号，拜六2点到3点半，合作举办台南历史场域的行动剧场，行过100年美光医疗传道的路，有这个活动嘛，请大家注意。过来，较重要的是2025年度会友的奉献的证明已经有开立，请兄弟到办公室起来领取。这个
编号是照你的名大名写伫放伫照笔画吼，公告伫办公室的柜台两边。啊，若找袂到兄弟，请将你的奉献的名填写伫补申请的表顶面。搁来补发。另外，国际基电会奉献的证明嘛，请兄弟做伙来领取。搁来，共款社团法人台南市东门巴克的历史教育推广协会，2025年度的捐赠收据嘛已经开立，请兄弟嘛来办公室来领取。共款伊是照大名你的笔画公告伫柜台头前，请大家注意。这是咱来看本周的金句，我来读一摆，请大家来读2摆。下晡3点左右，耶稣大声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大尼。”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是安怎放杀我？请大家做伙。下晡3点左右，耶稣大声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大尼，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是安怎放杀我？马太福音27，搁一届，下晡3点左右，耶稣大声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大尼，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是安怎放杀我？马太福音27章，请牧师来甲咱做祝福祈恳。咱会唱圣诗397首，唱了请牧师来做祝福祈恳。光空里，救赎里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入道避会。